緊中間嗰隻好啦就係朗日志強啊，呢度攞到位啦至尊高超出咗嚟先啊，跟住騎落去南區之星啊，外邊不同世界，灑開大步追上嚟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嘛係至尊高超啊，嗱騎幾步，越逼越近㗎啦，推幾步，有致敬歡呼出揚下咋，接近終點第一名，相當接近南區之星，終點前看似緊張，其實贏得好輕鬆。大家好，又嚟到1668速看排位表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Jackie。星期日安排咗11場嘅沙田草地賽事，第4口馬 T 多寶100萬，第5口馬 T 多寶100萬，停賽騎師董明朗、黃寶利。第一場開跑時間中午12點30分。今日主要有兩件事同大家分享。第一件事呢，就啱啱嗰個星期三，布文可以喺一個賽馬天裏邊呢，係犯2次未盡全力策騎。咁另外呢，今次有4匹艾兆禮嘅出擊馬介紹俾大家，想知就唔好走開啦。我哋首先講下布大叔啦。啱啱嗰個禮拜三5月21號呢，布文真係犀利，可以喺同一日裏邊呢，係犯2次未盡全力策騎嘅。第4場跑第5名三軍勇將，騎師承認違反賽事規則第100條括弧2，因為未有全力策騎至終點，表現未令小組滿意，咁罰追2個賽馬天停賽。其實今次小組罰佢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布文呢騎少咗一步，令到佢呢原本有機會第4名，咁影響咗個4重彩同4連環嘅派彩。咁另外獸醫個報告啦，話佢賽後呢氣管有好多血。布文騎少咗一步，令到佢冇咗個第4，咁小組罰佢係啱嘅。但係布文今季嘅表現呢，10場裏邊呢，總會有1-2場呢令大家馬迷超級唔滿意嘅。咁呢啲數啊點樣計呢？我想問。咁早幾日潘山蒸蒸日上，望下隻腳又收工，咁呢啲算唔算未盡全力策騎呢？定係潘獸醫真係咁犀利，望咗隻腳就知隻馬唔得呢？第8場1號信心星平頭第4都要罰1日，都係用返違反賽事規則第100條括弧2，騎師未有力策坐騎至終點，表現未令小組滿意，總數罰咗3日。咁可能布文仲開心，俾咗3日假期去，加埋10幾日，咁我可以返澳洲走一轉啦。今次競賽小組嘅處罰呢，我都覺得係啱嘅。咁但係小組唔該你做多少少嘢啦。好多時呢，騎師嗰啲表現呢，真係古靈精怪，你又唔問，或者係咁依問下就算。唉，講得多都真係口臭。今日有4隻艾兆禮嘅馬介紹俾大家，有冷有熱啦。咁第一隻要介紹俾大家嘅第8場1級賽嚟嘅2400米遮打杯10號嘅有目共賞，綠色衫4號粉紅色帽黃色波波子主席，當日排咗個2檔。咁潘頓策騎就刻意留返後少少嘅，同埋當日呢個步速係比較慢嘅，4段都係25秒幾、26秒幾，一啲都唔快。前段情響佢外邊啊，等入邊嘅嘛。好啦，潘頓而家攞出去外邊，攞出去。有呢隻優才啦，愛心神區拱埋呢嗰隻又有目共賞一齊出去啦。好啦，正着帶出去衝，埋邊數出嚟，右龍串鳳當年情，優才嗱一齊衝，但係呢段係好快嘅喎，開21秒67喎，好似跑緊1200米咁喎。埋邊右龍串鳳又上返嚟，出邊係有目共賞，馬林中間上緊嚟愛心神區，最後100零米，優才中間鬥出，有目共賞追緊上嚟。優才鬥咗一段，外邊有目共賞，終點前好返嚟啱贏，但係呢段21秒67啦，真係當1200咁跑啊！大家會話啦，佢幾段都慢，跑過21秒67啫，有幾叻啊？咁但係睇返佢嗰個21秒67呢，真係唔係符碌嘅，再對上嗰次跑1800米，其實都唔係慢㗎呢，嗰啲時間同埋步速，開返21秒96喎。咁再對上嗰次跑2000，雖然跑第7，
但係爆起上嚟都爆22.04，咁再對上一次1800米呢，亦都係步速比較快，佢都爆到22.11。預滿杜拜都夠叻啦，咁佢喺12月嗰陣時呢，嚟香港跑2400，佢個末段都係做23.25啫。咁好啦，馬王級嘅遨遊氣泡，咁大家又會覺得遨遊氣泡去到2400嗰陣時，最後嗰段你估會可以爆到一個咩時間？比較奇怪一件事呢，潘生反而揀咗安平，就唔要有目共賞喎。不過唔緊要啦，艾少禮都唔係話輸蝕好多。其實如果跑長途呢，我覺得艾少禮未必差過潘頓。今場估計啦，大熱門會係預滿杜拜，次熱門就會係遨遊氣泡。咁隻有目共賞啦，一定有分頭嘅。咁所以呢，調翻轉頭攞去做膽呢，就有你着數，冇你蝕底。嗱，我唔敢講話係一定贏到遨遊氣泡同預滿杜拜。睇個評分就蝕底噶啦，131分，92分。咁但係睇翻下長力啦，我就覺得長力啦，目前嚟講有目共賞個長力啦，係好過遨遊氣泡嘅。咁最多就話你個質素高過有目共賞嘅啫。今場我揀咗有目共賞做馬膽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配腳嘅，歡迎喺留言講翻俾我聽。第二隻要介紹俾大家，第10場3班2000米，8號馬金主4歲馬，我哋可以睇翻金主上一次嗰個表現。粉紅色衫9號，黃色波波子主隻金主，當日排咗個10檔，咁所以艾少禮嘅決定呢，就將隻馬跟前咗少少，咁而家跟住個第2位入直路，靚位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咯，前面仲係奔放咧，放奔放就大家出嚟啦，應該都唔放快噶啦。跟住喺第2位嘅馬有金主啊，金主咬住佢，包裝旋風第4位勁大威猛啊，外邊冚啦，多巴先生包裝跟住入直路啦，咁啊最出單打獨鬥，一兩隻馬鬥嘅啫。享富裕馬林中間天象龍區，最後300啦，奔放依然係佔先嘅，金主喺中間咧轉嚟轉去啲腳追緊佢，中間仲有嗰啲腳咧係轉到亂晒龍嘅。停咁轉腳又轉啦，又跳咗一下，最後100零米奔放埋邊，又跳咗一下，金主都仲係換緊腳啊，一路追緊佢，外邊位置仲有天象龍區，最後100米奔放埋邊，出邊位置係金主2分。嗱，翻嚟輸少少，影相輸咗，咁但係最後嗰兩段呢，都出咗啲快時間嘅，23.41同埋22.44都係快嘅。金主直路轉腳呢，唔係第一次噶啦。佢喺4月13號嗰陣時跑第2呢，隻腳都係轉來轉去嘅。咁同埋睇翻啲時間呢，佢係不斷咁樣進步緊，同埋係咁出啲藍色時間啦，即係證明佢跑快地啦係好叻嘅。咁我希望星期日都係跑快地啦。第3隻要介紹俾大家嘅，第9場3班1000米，10號嘅快靚王3歲馬。快靚王第一場初出，你睇啲時間都知犀利啦，3段快時間，末段22.14，總時間55.67。第2場再出，捧到1.2，結果跑到差到冇朋友，完全理解唔到點解跑得咁差。如果去睇片呢，霍雲星又冇大錯，只不過就係出閘慢咗少少，但係出閘慢咗少少都唔導致話輸咁遠嘅。其實好簡單，只要跑翻90水準呢，都足夠贏晒噶啦。咁希望個賠率好少少啦。今場大家覺得應該買連贏位好啊，買3重彩好定買4重彩好啦？咁亦都歡迎大家喺下底留言話翻俾我聽，或者有啲咩配腳啊，可以提供翻俾我。第4隻要介紹俾大家，第11場3班1400米，7號南區之星3歲馬，我哋可以睇翻南區之星上一場嗰個表現。11號藍3南區之星，黃色波波子主隻，當日排咗個4檔。咁啊，守咗個靚位，第5位貼欄入直路啦。
約跟住個第7位咧，先見到不同世界後邊啊嘛，紫荊歡呼同樣美咁好啦麗超開心，尾三觀眾介紹啦而家喺度實力包咗落尾係街燈嚟㗎。如果中間諗住攞出嚟啦，前面佔先嘅馬仲未攞到位，二馬響內欄鬥緊中間嗰隻好啦就係朗日自強啊，呢度攞到位啦至尊高超出咗嚟先啊，跟住騎落去南區之星啊，外邊不同世界啊耍開大步追上嚟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至尊高超啊，嗱騎幾步，越逼越近㗎啦，推幾步，有紫荊歡呼出揚下咋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南區之星，終點前看似緊張，其實贏得好輕鬆。南區之星跑咗4次都係1400米，咁佢跟前又得，留後又得，啲時間就越嚟越快，即證明佢快地呢係非常之好嘅，同埋3歲馬好多進步嘅空間。今次嘅綜合提供第8場10號有目共賞，第9場10號快靚王，第10場8號金主，第7場9號南區之星。如果大家有啲心水嘅配腳呢，歡迎喺下低留言講俾我聽。另外，如果大家覺得唔係喎，Jackie，我有啲馬好過你嗰幾隻喎，咁亦都歡迎可以講返俾我聽，俾大家參考下。呢條片係我頻道俾人偷咗之後呢，出嚟拍返嘅第6條影片。我相信好多網友都未訂閱我個頻道，未訂閱我個網友記得撳返個訂閱掣，要撳到個鐘仔變咗黑色。當我有新片出嗰時呢， YouTube 就會通知大家啦。最重要嘅就要將我條片分享俾老友，同埋要撳埋個 like 掣。我今日分享就係咁多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